各位聽眾，歡迎嚟到暗夜檔案室。提起馬來西亞嘅雲頂，相信唔少東南亞嘅朋友都一定唔陌生。山上氣候涼爽，有大型嘅賭場、主題樂園同各類嘅酒店，吸引咗無數嘅遊客去避暑同埋賭錢。喺呢座長年被濃霧籠罩住嘅山頂上面，有啲舊酒店係超級大，係有非常之多嘅房間。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暗夜檔案係幾年前一位港男叫 Kelvin 同佢幾個朋友去馬來西亞雲頂嘅親身經歷。熱門嘅新酒店全部都full晒，佢哋只可以預訂到比較舊嗰間，房間極多嘅老牌大酒店。辦理check in嘅時候，大堂嘅人山人海，極度熱鬧。喺台前，員工將 Kelvin 嘅房間安排喺21樓2108號房。Kelvin 攞咗房卡，跟朋友一齊搭 lift 上去21樓。當電梯叮一聲打開嘅時候， Kelvin 感覺到一股異樣。相比起喺大堂嘅人，21樓嘅走廊係靜到令人窒息嘅。走廊好長，鋪住深紅色嘅老舊地氈，空氣中飄散住一種混合住舊嘅木頭潮濕植物嗰種氣味。而 Kelvin 佢哋嘅2108號房咁啱，正正就係走廊最尾嗰間。嚟到2108房門口， Kelvin 正準備攞房卡開門嘅時候，望到隔離房2110號房，就係靠喺牆邊另外嘅一間房。門口有啲奇怪，2110號房嘅門口地氈上邊竟然平鋪咗幾塊新鮮仲帶有水珠嘅綠色芭蕉葉，而喺蕉葉上面仲放咗一碗白色好似米嘅物體，總之插咗一支熄咗嘅香。喺東南亞文化入邊，芭蕉樹往往都同啲神秘靈體有住密不可分嘅關係。Kelvin 嘅朋友當時細細聲喺度講：呢間房係咪有其他人喺度拜神啊？當時佢哋都覺得奇怪，但係因為搭咗大半日車，大家都好攰，所以唔諗咁多啦，入房執行李，夜晚就落咗去賭場玩到凌晨1點幾先返房。凌晨2點半，山上開始落起好大嘅雨，窗出邊傳來陣陣寒風打落去嗰啲窗嘅聲音。Kelvin 瞓喺張床度，半夢半醒之間，突然間聽到房出邊嘅走廊傳嚟好細聲又非常規律嘅聲音，沙沙沙。嗰種聲聽起嚟好似有人拎住一塊好大乾咗嘅樹葉喺地上慢慢拖行嗰種聲音。Kelvin 擘大眼，聽住門口嗰陣沙沙聲，由遠至近，最後停咗喺隔離房門，亦即係放咗芭蕉葉嗰間房嘅門口。跟住傳嚟嘅咔一聲，就好似開鎖門嘅聲音咁。當時 Kelvin 以為隔離房返嚟啦，咁繼續瞓啦，諗住就喺呢個時候，佢床頭靠住嗰埲牆，突然間傳嚟一陣非常清晰嘅電視聲，好嘈好嘈。喺嗰啲電視聲裏面，竟然傳咗一個女人用馬拉語
講嘅，但我又聽唔明，用嗰個語速係極之快，把聲又好高音，好似喺房入邊同人鬧交一樣，好嘈好嘈。嗰啲嗌交聲持續咗足足10分鐘，隔離嘅撞擊聲甚至令到 Kelvin 嘅床頭有少少喐動。真係忍無可忍嘅 Kelvin，終於忍唔住拎起個房嘅電話，打電話落大堂投訴。係唔該，我係2108號房，我隔離2110間房好嘈啊！我哋係冇辦法只可以瞓到覺，你可唔可以處理一下？麻煩你揾人處理一下，我哋真係瞓唔到啊！前台嗰位職員足足靜咗5秒鐘，然後個職員用一種極度冰冷嘅聲音去同 Kelvin 講：先生，你係唔係搞錯啊？2110號房係因為維修水喉已經封鎖咗大半年，今晚根本冇可能入住，更加冇可能有電視機聲喎。聽完前台職員呢句話， Kelvin 成個人都呆咗，佢拎住電話個手柄，亦都唔敢相信自己隻耳。就喺前台講完嗰句說話嗰1秒，隔離2110號房嘅吵鬧聲同電視聲即刻冇咗，整條21樓嘅走廊又再次陷入一片死寂。跟住 Kelvin 睇到自己房門口嗰條門罅，正常你望出房係會見到有條罅，點不知突然間有一個黑影擋住咗，好似有樣嘢企咗喺房門口，就係咁正正企住咗喺門口。Kelvin 同朋友開住成間房所有嘅燈，坐咗喺張床度，兩個就係咁樣望住道門，直到朝早6點鐘，太陽升起。退房嘅時候，Kelvin 經過2110號房門口，發現房門口嘅芭蕉葉同嗰個小瓷碗已經被清走，取而代之嘅係喺木門貼住一張早已泛黃、印有特定宗教符號嘅符條。各位觀眾，下次你去雲頂，千祈唔好住舊嗰啲酒店啊，一定要住新型、新開嘅酒店。如果你發現喺走廊見到啲奇怪嘅植物同埋碗，無論深夜幾夜，你聽到任何嘅聲音，千祈都唔好打去 lobby 問啊！今日暗夜檔案就嚟到呢度。如果你喜歡呢一集嘅故事，記得點讚、訂閱並開啟小鈴鐺。我哋下集暗夜檔案再見。